公開教你講粗口、講 AV、爆鹹卡、唱歌唱到走晒音、劈酒劈到手腳僵硬送入急症，攞住 Just for Fun 勿認真嘅口號，由網絡孤島走到今日成為 YouTube 最大台，是但開個直播都過萬人睇啊！今日我哋就試下由社會學文化資本嘅角度去睇下，我哋而家香港最強嘅文化資本 JFFT。 文化資本係法國著名嘅社會學家 Bourdieu 提出嘅一個重要概念。傳統社會學所講嘅文化資本，其實就講緊一個人透過佢哋嘅家庭背景、教育同埋階層所累積落嚟嘅一啲文化教養、品味或者係制度認可。我哋嘅社會唔止睇你有冇錢，仲會睇你有冇文化品味。而喺傳統嘅視角底下，文化資本其實就係上流社會用嚟劃分階級嘅一啲工具。有錢佬呢就會定義咗乜嘢係高級嘅文化，例如你聽古典音樂、收藏古董，講到一口流利嘅英式英文，或者你有張大學嘅畢業證書等等。佢哋亦都定義咗乜嘢係低俗嘅文化，例如你睇動漫、聽流行歌、講粗口等等。呢啲嘅社會精英呢，就會將呢啲高尚嘅品味傳俾下一代。呢啲佢哋所定義嘅高級文化，亦都係更加符合上流社會嘅標準。所以如果你去參與呢啲文化，你都可以得到更多嘅認同、機會同埋社會嘅資源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就會發現 JFFT 根本就同我啱啱講嘅嘢大纜都扯唔上。冇錯，傳統嘅文化資本 JFFT 絕對係難以扯上關係啊！但係隨住網絡嘅急速發展，傳統嘅文化資本已經開始被瓦解啦，次文化資本亦都慢慢興起嚟。今日我哋同人哋講話自己睇動漫、睇 VTuber、聽地盤佬地盤唱一隻雞翼兩隻蟹鉗，係啊，有啲九唔搭八噶，但係呢，你係會引起人不禁同你講一句：師兄你係識波。JFFT 正正就係呢種新文化資本嘅代表。次文化資本所講嘅就係喺某一個特定嘅文化圈子入邊，你掌握咗圈內嘅知識，成為咗你個群體入邊嘅地位象徵啊。正如以前講兜圈，你係講緊林宥嘉唱得幾咁 firm， 但師兄今日講兜圈，你又有冇聽過小西灣關采耀呢？以前你會叫人食個壽司郎，但今日你會話不如一齊食個壽司郎先啦。喺而家嘅香港，你講得出 JFF 通，你反而係會更加有吸引力嘅。JFFT 創造咗極多嘅潮語，對觀眾嚟講，你識就代表你係手足。喺呢度 JFFT 嘅成功，亦都向我哋作出咗一個新時代重要嘅啟示。我哋嘅大眾文化正正喺度去階級化，以前傳統精英所視為低俗嘅文化，今日都可以搬到上大台。而喺呢個新嘅時代底下，文化嘅價值或者都唔再由少數嘅精英去控制，而係可以由你同我去決定。時代嘅遊戲規則已經變咗，傳統嘅文化資本雖然依然存在，但起碼佢已經唔再係令你成功嘅唯一途徑。JFFT 嘅成員雖然冇最吸引嘅外表，冇最高嘅學歷包裝，亦都冇最動聽嘅歌聲，但佢哋一直都相信佢哋嘅宗旨 Just for Fun 勿認真，堅持想做就去做，做你認為有價值嘅事，慢慢由非主流走到今日，成為最值錢嘅文化資本。